講嘅係2024年 Paper 2嘅 Question 4啦。咁呢條咧就問你 recurrent function 嘅。咁睇一睇啦，佢俾咗 UN 加1等於 UN 減5你啦，如果 U1 等於6你啦，佢叫你 show that 6k square 減 5k 減4等於0嘅。咁你可以做嘅嘢咧，就係你知道 U3 係負1啦，咁你可以用呢個位嚟揾到呢條equation 嘅。首先咧，你 set 咗條 equation 先。咁我知道 U2 咧就等於 KU1 啦減5 ，U3 同樣就等於 KU2 減5 based on 第一條 formula。OK， 咁我哋用 U3 作為基礎啦 ，U3 就等於 KU2 咧就係 KU1 減5啦，再減5。咁我知道 U3 係負1啦，我知道 K 就照抄 ，K 就等於 U1 俾咗你嘅係6啦，跟住減5再減5，剩翻零去，即係等於 6k square 啦，減 5k 再減5，調翻位 6k square 減 5k 減5加1就係減4等於0啦。OK， 咁你發現你揾到 Part A 嘅答案，跟住 move on to Part B。咁Part B 嘅第一題咧就問你 find the values of k 啦。咁基本上好簡單，撳計數機嘅啫。6k 次減 5k 減4等於6啦，跟住就撳落計數機，6負5負4等於0啦。你會發現 k 等於4/3。K 等於負1/2。check 有咩 requirement？Whether k is a positive constant， 所以我哋要 reject 個 negative value 啦。咁即係我就知道 k 就等於4/3。OK， 跟住去到 part 2，find the value of 呢嚿嘢 summation r 等於1去到3。咁呢嚿嘢咧 ，UR 咧就等於 U1 加 U2 啦。再加 U3， 好 U1 俾咗你嘅 ，U1 係正6啦 ，U2 係上面條 function 就係 K 就係4/3，乘以 U1 即係6啦，減5 ，U3 都係俾咗你嘅 ，U3 係負1，好，跟住撳計數機，你會發現個答案等於8。咁呢度就係第4題嘅答案。多謝大家收睇我呢個 channel，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啊！